议会临时会18号的议程，主要审议各项的提案，甲伫临时动议顶。即届的会期总共受理市府提案有43件，议员提案112案，其中电府款案，大会拢同意垫付，或者是照临时审查的意见来通过。其中临时动议有民进党一个议员建请市府为体谅市民近来遭受天然灾害的痛苦，将超收的税额甲伫超收的交通违规的罚款，以着现金普法来幸福市民，得到议会无分哪力全力的支持。那在法律上的问题，我们相信行政院跟立法院也已经沟通完之后，针对未来要怎么普发现金有一个一定的看法。到底多少钱？只要钱重塑、重优、从宽。上好一个拢甲发1万，我感觉上好啦。对此，市长初步盘点，超收地方的税有8亿外，交通违规的罚款有4亿，大约13亿左右。坦白讲，以台南市的财政现在的状况不是很好，中央的一般性补助又大幅减少了50几亿，要挤出这13亿而不影响到市政的推动，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会影响到市政的推动。不过我们还是会合计啦，因为议长有才是。因为该案是临时动议来提出，至于当时要发偌济，最后议长嘛裁决，该案照案通过，送市府来演议，并建议市府伫后厝的定期会9月26进前，要做出明确的办理办法。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